今日砌機分析系列30日挑戰最後一日啦，即係有機會再同大家開呢個系列啦。今日想講嘅主題係機箱，都係我哋發覺咁多集入邊都有提過，但係冇咩仔細講過嘅嘢。咁點解會放入砌機分析系列呢？冇錯，就係因為有客人問啦，呢個係佢嘅需求。之後佢都開始問啦，其實究竟機箱除咗部件分別之外，仲有啲咩分別呢？其實我哋都唔係好明咩叫部件分別㗎，但係我都俾咗個答覆佢先。因為機箱喺我哋嘅角度咧，最緊要咧，其實就真係散熱嘅。而一般人可能會覺得係外觀啦，所以就出現咗全景機箱啦。呢類型機箱咧，亦都係我哋最近砌得最多嘅，例如 Antec SCX 系列啦、Lex 嘅 H6 等等。咁講到機箱啦，唔可以唔講嘅就係容納嘅嘢啦，甚至誇張啲咁講啊，你可以用啲咩 size 嘅底板啊，用啲咩水冷啊，其實都係機箱話事。而且其他零件咧，其實都係要根據機箱嘅設計去進行選擇嘅。例如我哋使用 Antec C5 做例子啦，C5側面咧就入風嘅，所以咧風扇咧會類似 Flux 嘅設計啦，係反向入風。咁然後後邊咧就正常出風。咁我哋配搭 C5 咧，一般就會用水冷啦，所以上至係做嘅方法，而且水冷嘅風扇向頂吹啦，大家只要幻想下，其實就大約知道啊，新鮮嘅空氣喺邊度進入機箱啦。咁其實大家就不難想象啦，以前嘅機箱啦，主要都係前面加側面加下面入風啦，例如有 Antec 嘅 DF 系列啦。依家咧前置變咗玻璃嘅關係咧，其實吸風嘅位置咧就有所改變。但講真，散熱程度係咪都真係有跟住時代而進步咧？定係其實純粹係為咗外觀所以犧牲咗散熱嘅效能咧？呢個就交俾大家參考一下啦。咁最後一集咧用翻我口頭前結尾啦。大家中意呢個系列記得 comment share 同埋 like，等你嘅朋友可以喺砌機界走少啲彎路啦。砌機有關嘅難題交俾我哋，等 RG 成就你嘅遊戲世界。